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讲到恒春民谣，大家题目如果问到思想起，传唱100年来嘅恒春民谣，係台灣傳統音樂嘅珍貴資產。唔過，伊卻要面對流失嘅危機。恒春民謠是將傳到70歲以上嘅老人家，還有12歲以下嘅成人嚟睇傳唱嘅，好得有地方人士來搶救同推廣。後生嘅還有40-50歲嘅也都終身推加入來。做民謠傳藝師，還有人整樂團出兒童專輯，為古上度嘅民謠，使得繼續傳唱下去。其中恆春思想戲民謠促進會理事長陳立平，伊係賽到恆春嘅行業，對恆春民謠當今一定神馬我。一代人生人呢，用熱情來彈唱，唱出家鄉嘅生活，彈出對土地嘅感情，而傳達恆春半島風能有嘅口條韻味。思想起恆春半島風嘅民謠傳唱嘅為幾百年，係個有特色嘅一派火龍民歌，做上做得講啥就向人唱嘅技巧嘅。呢個民謠呢，對台灣60度來講，嘅唱法真特殊，真特殊啊！係加個曲調，喺曲調裡面，喺恆春入邊呢，大部分人都講，你做的那個唱嘅書歌本嘅堂嘛，佢講沒有唱歌啊，要唱埋個跳，佢都講跳詩啦，唔係講唱歌，佢就講按照思想機啦，白步調啦，還有了個安尼講蘇桂春、紅港小調、舞伴，哦，了就全部有5到6首了曲調，佢就改變流行啊，配舞嘅素材呢？書都給到影響啊，生態，所以像思想機，加個安尼台灣廣府啊，都廣府特啊，從台灣大家都來唱。下位歌上歌下位恆春街路巷，民謠傳藝師來到樹江頭前，一撒彈樂琴，一撒唱民謠，唱出恆春人的生活韻味。也為離關頭前，沒有傳藝師提嘢唱，以上唱法同民謠唱到真係有意思，聽到人該感動。歡迎各位好人客來咱本店免歹勢，本店有真濟好嘅菜色，應有盡有，無問題。傳統度後沒有傳藝師來暫替也唱。用彩體民謠來紹介恆春老都市的特色，來也是番人聽到沒吃到貴新色。知道，可是沒有真正去注意到這個東西，蠻有意思的，就是在這個吃飯的場合，還感覺還蠻不錯。屏東縣政府為到屯恆春打造做民謠小鎮，特別屯店甲合作，安排民謠傳藝師，喺無同樣嘅時間來點放唱，而恆春乃就彈一道民謠。在我們的店家可以聽到恆春民謠，他在廟口也會聽到恆春民謠。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跟所有來到恆春的朋友，跟你們說我們以前是怎麼樣過日子的。這個民謠就是我們在地的寶，是我們源自土地而來的一個資產。
做在屯菜区的民谣推广出去，店家除了做生意以外，每家店面认为稀释，大家都改很提供场地。我们也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塑造这个恒春城有它的特色啊？就比如说，我们想说，是不是让那个恒春古城变成一个音乐城？到处都有街头艺人可以表演。那这种感觉就像在欧洲一样到处你去玩的时候就有街头艺人在表演这样子，这样的气氛是很棒的，所以我们非常支持。我们觉得很新奇呀，因为他们也没有接触过这种，因为我们这边几乎是外来客比较多，几乎都是大陆或是香港的客人，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听起来蛮新鲜的，所以觉得还不错哈。多位表演舞台新的才艺师，未有很多机会上台锻炼、培养胆识，好多演唱，未就各有人谈到。因为以前都是叫那个外国团体来，外国团体来一下子是好看呐，在节目上是很好看哦，可是没有对我们恒春民谣没有什么帮助，嘿。现在就是在各家店都有那个在地传艺师在唱，真的这样就对了。因为这样子有再出来活动的话，人家都会多多少少会注意，而且一些勾起一些老人家的回忆。在这边唱老人家会过来呀，伊讲你看这因阿嬷、因妈妈弄安尼唱，就唤起他们的回忆，我觉得也不错。安尼几好啊，因为更加沙飞的配件同以前无共用，毋过下做个伊的感觉讲因为恒春民谣其实迷恋人家诗人，伊做诗这个神话的故事，用下歌谣推唱出来。以前恒春又系安尼啊，佢说更加唔看，我坐喺睇书下嘛唱得啦，我去田对做写条嘛唱得啦，影响下等所有的游客，游行喺店家唱佢正常。因为顺带半定也都传艺师有一啲舞台嗰種經驗，一定要刺新嘅時節，讓歌有信心傳出去。民國56年，音樂家喜上飛屯史維亮發現菜市蘋果運通喺恆春發現嘅青苔，以又大又沉嘅聲。評論悲傷苦情的調味，有萬多堂中沾滿新酒。恆春地區的民歌又安尼帶動起來，下後又有朱登順，以對各地的曲調特色改了解，唱出的民謠，此度有地位無奈何，又有地位心目的韻味。人推以看做係生態過後最重要的傳承人。談論時空背景改變，生態朱登順過身，恆春民謠要傳下去，沒拄到的問題。最早期的時候，其實他很清楚，就是70歲以上的老人，12歲以下的小孩在唱的，就說如果你脫離了那個這個小朋友有比較高的自主性的時候，譬如說來到國中、來到高中，他近幾乎他就不想要這麼傳統的東西。你要傳下來按替一個問題都會，按你的想法改變的。迄3年他們都都市去工作，公園高這樣轉來，所以你要改變，按你看到嘅，大部分遊客較多，老人家較多，迄3年就出去嘅。生意都好高，功課很重，父母親的想法也不一樣，會認為學了做嘛該咯。所以，就這幾個因素會讓安尼傳統藝術，特別是恆春民謠，在傳承上碰到很大的瓶頸、很大的困難。因為我們老一輩的要傳承，就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鮮明的那個古調，可是到現在為主呢，比較年輕一代的，那就好像有一些不能接受。尤其是我們恆春民謠，它是沒有固定的譜，也沒有固定的詞，所以在這個轉音方面，他們講都沒有按照那個簡譜去學，就很難學。
唔盼得團人無共用嘅文化，就係乜嘢？學校教育未同恆春民謠加多課程補課，為成年呢貴資源就為上個來學。這個民謠在早期快要凋零了，因為老一輩的他就是一直的離開我們啊。可是年輕人他不接觸，那也不喜歡，所以等於要把它丟掉了。那我們覺得這樣的樣貌是非常非常可惜。然後我們怎麼樣讓年輕人喜歡，讓學生接觸，那個就要花腦力了。啊，所以我們有掙脫困局這樣的一個設計，讓孩子慢慢引發動機，然後些許進去。萬江一群捐課談說老師咪，因而恆春貴少一群沙盤的季節課，先生就先彈了一條流行歌嘅，向成人的注意。我，好，只有播不過癮，對不對？我們一定要跳哦。但係頭一擺接觸一群嘅成人呢，無負擔無壓力，輕輕鬆鬆行入恆春民謠嘅世界。很簡單。那你覺得你今天這樣子彈有成就感嗎？其實生日幾好教幾好料，我不一定講無壓力，唔係因為是一種功課，是一一定喜歡的。不過生日入來，我會同生日講，我哋唔係睇上課，也是睇大家睇教睇料。不過我會同推動呢成班嘅故事，推我哋故鄉嘅也都天地環境，我不一定熟悉。恆春市上戲民謠促進會理事長陳麗萍嘅帶領下，嘅聲音呢真係樂山風嘅聲音呢，變作為民謠嘅新力量。今年韓藝會金曲獎傳統藝術類最佳兒童音樂專輯獎。一人吃菜吃鮮，又彈又唱，偏東南遊的歌謠，很多人確實唔盼得留喺本地。音樂課的時候都在彈樂琴，然後我就很喜歡，就開始喜歡上彈樂琴這件事情，然後就是老師還有在教我們一些民謠的調，然後就會這樣子喜歡上這樣子。最有趣就是一起上台表演，這樣子跟他們一起上台表演，然後一起去就是把我們的文化用出來。然後跟大家這樣子讓大家知道。伊喺主登順嘅新馬尾朱玉賢，咪喺樂山風嘅聲音咧當中嘅一個，此世健康健康，國家嘅恆春民謠，伊希望繼續發揚亞太嘅民謠精神。因為我覺得它蠻有趣的，然後阿晝他也有在學，他也會彈，他是對民謠有非常大貢獻的人，然後阿晝叫我一定要把它學起來，把它傳下去，因為它算是我們恆春的一個那個寶嘛，別的地方都沒有啊，所以我們就要盡力把它傳下來。把它傳到世界各國去，讓全世界的人都聽到民謠的聲音。其實頭下嘛，愛帶人聲音嘅行業恆春民謠嘅老師與咪當中並無安開。陳麗萍用現代嘅流行歌曲來向聲音嘅注意，我家嘅也都新東西，老一輩嘅人開始少。傳下去嘅唔係傳統，不得不切。以前愛傳新人唔接受，因為伊通貪食嘅發泄時間，一定只好用感情來
就去做成了皮料。嗰個參嘅，雖然呢喜歡呢，其實有讀到啲個大問題，因為一同古老嘅度聽人上嘅，個古早嘅種故事，特別係等路條傳下來已經更唔容易。老人家聽人上會有一種驚，會驚講擔心講，可能人家有新嘅東西出來，我哋老嘅東西會記唔得冇。其實我哋愛做嘅要一同老上癮保留下來，雖然呢係。對等要入來送我哋呢民謠，講我哋自家故事，還好，我相信這人會回到一定金錢，我哋以前的文化同我哋土地文化完全接近。陳麗萍帶領亞洲聲音呢快樂嘅彈一天，歡歡喜喜唱民謠。落曲跳假為新東西，神猛當見，大幫歌聲，一定同恆春民謠能有嘅韻味傳唱出去，為大家感受到恆春半島鄉嘅人文同土地嘅氣息同韻味。